명인共哈巴。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这一位头衔很大哦，新破豆哈嘎王，新宝岛客家王。我们来欢迎黄连玉大哥。哎，上位好。你好。平常因为你们做阿爸的嘛，做阿爸，阿爸每3到3年哦。那今天这个主题懂适合你，就是每天晚上啊，大概11、2点，中马个事情做阿爸。哦，阿妹妹11、2点懂呀，是一天都叫生意去刷一幕。好，那黄大哥，那现在我来中雅声音呢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来把这一段演一次给大家看，看会用到哪一些哈嘎发哈。好，开始，阿弟。那件事情，呀哈几多点还唔去睡么？呀哈几多点呢？现在几点了？还没去睡吗？还不去睡觉？呀哈张11点听听，才11点而已啊！忙得死，还早嘞。目该11點，我12點誒。啊，按壓誒，按壓哎，這麼晚了。当爸爸每天都会说按压这么晚了还没去睡梦，那这时候我搞一下有乜嘅关系？再玩一下有什么关系？錯唔對，當然就搞到3更半夜，我去睡夢天嗰一行我上課啊，當然就搞到3更半夜，3更半夜，3更半夜。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学的，现在几点了？呀哈幾多點？还早，忙得死，这么晚了。按壓3更半夜，3更半夜。谢谢黄大哥，安子先。复习時間，現在幾點了？呀哈幾多點誒？呀哈幾多點誒？這麼晚了，按壓誒，按壓誒。3更半夜，3更半夜，3更半夜。還早。忙得死，忙得死。行真嘢客家 V&B，本人睇下 Q 下嚟講客家吧。